国际数字第27日是有公布一份报告，是讲北非的国家苏丹即马有一半人口是面对欠粮食的危机。 因为这个国家，因伫去年4月份开始就在内战，即马已经有几若万人死亡，佮有几若百万人是有路无厝。若是内战继续战袂煞，因欠粮食的情形会愈加辣。 卡车载当地苏丹的人到邻国南苏丹，暗过更较侪人也佫深陷苏丹内战的战火。这份由联合国甲各国救援组织合作进行的粮食安全评估报告指出，北非国家苏丹正面临严重粮食无安全，互一寡苏丹人只剩树叶啊、甲土用食。 يكونوا في اعمار معينه كده انت بتلاحظ النمو بتاعهم يعني هم قبل الحرب انا لما شاف طفلي يعني قبل 6 شهور وتاني بعد سنه وشهرين 3 وبشوف مراحل النمو بتاعته بتختلف لكن مما قامت الحرب ده الطفليه هو طفليه يعني كانه هو مصبوب صبه يعني ما فيه زياده بالعكس هو نقصان. 自从2023年4月，苏丹政府军甲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爆发内战以来，苏丹到即马依然饱受内战艰难。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万人死亡、数百万人有路无厝，引起全球上严重人道危机之一。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 IPC 是判断粮食危机严重程度所制定的全球标准。团队报告显示，甲去年12月数据比起来，苏丹面临严重粮食无安全人数暴增45%。Over half the population, 25.6 million people face crisis or worse conditions, IPC 3 or above, from June to September 2024, coinciding with the lean season. And in the same period, some 755,000 people face catastrophe, IPC Phase 5, in 10 states. 目前差不多850万人将近2成人口欠粮食，75万5千人面临饥荒危机。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数据显示，若内战正式升级，有14个所在可能会发生饥荒，而且会加速全球上严重的饥荒危机。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。